央行进前宣布第7届要管制买厝贷款的措施，虽然是要来压制炒房，不过却也害到要换厝的人去受到牵连，引发不满。昨央行就宣布要放零管制，有继承这厝体，也佮有要换厝的民众，虽然因的名下有厝，不过若是要申办买厝的贷款，有权会当有宽限期。 中央银行出动手拍炒房，提出第7波房市信用管制，希望压制房价直直起，也避免各间银行房贷达到满水位。不过，这届也拍到继承厝着，或者是实际有换厝需求的族群，互有一寡民众真不满。昨中央银行公布3大放量措施，对今年9月20日开始的申请贷款案件拢会当用。因为继承取得的房屋跟房贷不计入本规定的房屋数及 房贷户数，如果有房屋，但他认为他有实质换屋需求的话，那如果他跟金融机构承贷的金融机构切结约定下列事项后呢，那他所申办的第一户或第二户的购物贷款，也不是高价载的话，可以排除本规定的一个适用啊。 中央银行说明讲，第7波信用管制措施主要针对有厝无贷款的人，不过也希望兼顾到民众买厝家己大的需求，只要符合继承的条件，或者是实际换厝的需要，那已经签买厝的合约，包含换厝甲预卖厝的合约，嘛会当用。自然人如果目前呢已经跟这个建商或是跟这个卖方啊，那么已经签订购物合约的话，那如果要申办 贷款的时候呢，如果符合我们刚刚上面所提到的这个情形的话，也可以排除呢相关的一个规定啊。自然人申办申请案，而且咪是属于关价的厝，就会当无受这届规定的第1户买厝贷款、甲第2户买厝贷款的限制。不过，公股银行房贷有权接近满水位，这届放零的措施对第4季国内房市影响的程度，搁要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